如果今日有個人同你講擺20萬就有年化20%嘅回報，你第一個反應應該係呢個人想呃我啊？呢個反應咧係啱嘅，但如果你永遠用呢個邏輯擋晒所有嘢咧，你會連真正嘅機會都一齊擋埋。所以今日咧，我教你3個問題，自己判斷邊啲高回報係真，邊啲係假。第一個，錢喺邊度嚟咧？答唔出或者淨係識得講 AI 套利呢啲，你聽完咧等於冇聽嘅嘢咧，走人啦。真正嘅項目咧講得清錢嘅來源，就好似有啲 DeFi 協議用自己嘅代幣去獎勵早期嘅用戶，你就當係外賣平台開張派優惠券，啲錢咧係平台出，而唔係由你隔離個用戶嗰個攞嘅。第二個，你嘅錢控制權喺邊個手上咧？要你轉錢入人哋嘅錢包咧，就要小心啦。真正嘅 DeFi 協議咧，你由頭到尾都係用自己嘅錢包去操作，冇人掂到你嘅資產。最簡單嘅判斷方法，如果你需要將錢轉俾某個人先可以開始，嗰個就唔係 DeFi，而係信任遊戲啦。最後呢個協議咧有冇經過安全嘅審計咧？你買樓啊都會揾人驗樓啦。DeFi 協議咧都有專門嘅審計公司喎。你去一個協議嘅官網啦，或者底部啦文件區會寫住由邊間公司去審計。如果你揾極都揾唔到，或者 Google 完公司個名咧根本都冇呢間公司，同冇驗過嘅樓一樣，你敢唔敢住咧？但就算3關都過晒咧，都唔代表零風險喎。放入去嘅永遠應該係你輸得起嘅錢。識得投資嘅人咧，唔係乜都敢買嘅人，而係乜都識得問嘅人。我喺群組入邊咧用咗呢3條標準篩選咗幾個穩定幣嘅活動，附埋風險評級，留言 Web3 我發俾你。